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的鼓山区翠华路甲华英路口13号晚到11点外，有一台公车弄机车。讲当时，这个骑士为着要闪日头，无徛入去机车架等红灯，是直接停伫边仔树荫。结果后壁驶到有的公车袂互动，转甲整落，好你加载车速无真紧。啊，讲这个机车甲公车双方拢有毋对的所在。 日头车赢赢，大家拢想要惹日米五，不过这个技术就还袂到停等区，就甲车速放慢停落来。原来是想要停有五的所在，不过后壁公车驶进前弄到奥多麦尻川皮，害技术跌落涂骹。 搁看一摆，实在真危险。13号中昼11点外，高雄鼓山区翠华路甲华英路路口外侧车道，一个技师为着美日头等红灯，无停伫机车等待区，后壁公车挡袂住，就弄起哩。好佳在车速无紧，因为高雄太阳其实真的很大，避太阳的地方真是无可厚非。可能真的公车跟摩托车两边都有不对的地方啦。因为公车比较高嘛，那摩托车毕竟是比较矮。 所以一定会有视线上的死角。通常不会，因为自己防晒会准备好，所以我觉得那样很不好，因为会挡到后面的人。我理解，但是不认同。他都没在，对，很危险，就会擦撞啊。实际来到现场，这的车确实袂少，不过若是为着要惹日黑白停，实在真危险。也若技师停伫咧正歪的车道嘛违法，若无照道路标志、漂线、红车顶指示，会罚新台票900至1000罚金。也若公车运将咧驶时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，恐惊卖罚600至1200的罚金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